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睇我呢個17年老 best 澳洲遊嘅 vlog day 2。今日依然都係喺 Brisbane 嘅，咁我就收工啦，即刻揸車返屋企去同我啲朋友會合啦。咁佢哋呢已經喺我哋返工嘅時候，晏晝喺 Brisbane City 度自己行下街。而今晚嘅行程呢，就係帶佢哋體驗喺澳洲度釣魚。所以食晚飯就即刻去買啲零食啦，諗住一路釣魚去一路食啦。其實我係一啲都唔中意釣魚嘅，所以我每次去釣魚呢，都係喺隔籬食下零食啊，幫佢哋影下相啊，傾下偈咁嘅。經過咗一番手忙腳亂嘅時間，佢哋終於開始釣魚啦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Go！雖然我唔中意釣魚，但係有一個時間可以俾大家聚埋一齊坐低傾下偈，分享下自己嘅近況，真係呢種感覺令人好懷念啊！喺呢個時候，我朋友終於釣到魚啦，但因為條魚太細啦，所以最尾都係將佢回歸大海啦。所以大家今日都冇任何收穫，咁今日嘅行程又完咗啦。